云林虎尾东心公园举办6月革命的音乐节，各学校的社团接力来演唱，嘛鼓舞少年囡仔勇敢大胆，追求梦想。 伫咧虎尾镇东心公园内底，有真侪乐团伫咧舞台顶唱歌，展现因爱音乐的心。安那看到因表演，后来参加的人拢加做活跃的。对，本身对音乐就很有兴趣，希望来了解一下不同区域他们所办理的这个就是音乐新社团，他们所办理这种每一年的这种盛会。为了帮助青年多元发展，参加公共事务，虎林县政府劳动青年事务发展处和虎尾科技大学社团合作举办音乐节，让爱音乐的少年啊，伫咧舞台顶表现家己。我们针对青年的一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可以去同时的培养学生他在一些领导特质的部分。就这摆举办的活动，栽培社团少年啊，因做代志的能力和经验，帮助因伫咧追求梦想的道路更加有信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